門。點解我哋唔會向前行？但係你都要睇翻個情況，究竟容唔容許我哋向前行？警方再次警告聚集現場嘅人，話佢哋嘅行為或者構成藐視法庭，或者係抗拒或阻礙公職人員罪。期間多次發生推撞同埋拉扯，有示威者同警方爭執，俾警員撳喺地下。警員用索帶綁住被制服示威者嘅手。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內嘅多個人被帶上警車。下晝4點左右，介乎彌敦道至上海街一段亞皆老街重新通車。有示威者企圖衝出砵蘭街，再度同警員推撞。警方舉紅旗警告。啱啱開始，警方同示威者嘅對峙轉到去砵蘭街近亞皆老街。警員向示威者推進。警方推進至旺角港鐵站E1出口對開嘅時候，多個人被制服。有示威者就派發頭盔同埋眼罩，當中有人着住校服。手機度見到我嘅朋友，佢14歲嘅啫，俾成10個警察去制服，撳住一個落地下，我好憤怒。我出嚟就係輸翻呢啖氣。警方第一次向人群噴射催淚水劑。並向油麻地方向推進。有人用雨遮抵擋，有記者被催淚劑噴中。警方驅趕示威者期間，對視現場大廈嘅高處有人潑懷疑漂白水，唔少人被剪中。警方話：砵蘭街嘅行動目標係要令已經開通嘅道路唔再被非法佔領。我哋之前已經好多次咁樣講過啦，旺角係一個非常之高風險嘅地區，因為有好多唔同意見嘅人士喺現場，佢哋亦都有部分係好激進同埋一啲支持嘅分子，佢哋嘅目標咧就係只係引起混亂。學聯批評警方借執達吏清除障礙物進行清場，即係佢而家係完全採取緊一個即係不合比例，而且係可以稱為暴力清場啦。咁當佢對示威者使用一啲嘅不合比例嘅武力嘅時候，其實我哋係必須要有一啲嘅回應嘅。而下一步嘅行動就係即係我哋應該要建設翻政府啊、政商啊等等呢啲下一步行動都係我哋考慮之列。警方話會盡努力恢復秩序同公共安全，並呼籲市民，尤其係學生唔好前往旺角、砵蘭街等嘅地點。無線電視記者鄭信龍報道。